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我頻道客家大學堂。我今日來到荃灣立匯村喎。立匯村位於荃灣市區嘅東北部，坐落在太茂山南麓嘅半山上。立匯村係荃灣最古老嘅鄉村之一，又係少數到今日還蠻值錢嘅荃灣鄉村之一。佢距離荃灣地鐵站大概1.2公里，行路都行得到嘅呀。雖然人哋大部分嘅村民都係基督徒，但係立匯村寺廟林立，有佛道儒家寺廟，好像著名嘅西方樹、延慶學院、東普陀、龍母廟、香海廚行用先，還有好多大大小小唔同嘅寺廟嘅呀。入去立匯，就看到麥理浩夫人度假村、村公所，還有一間荒廢嘅學校——立匯公立學校。一路上看到有好多亞當嘅磚屋，也有現代化3層式嘅村屋，人哋眼裏歡笑，賞罰冷清。立匯鎮起嘅前呢，50聲嘅村民各處建有家己嘅祠堂。但係今日1974，城市都變去咯，遷移到莊氏家族咯。莊氏家族呢也做過一間書宿，按個翠屏書室呢，聽講還請我一隻小丑嚟教書添啊！今日來到立匯嘅莊氏祠堂，有幾隻村長、村代表講下立匯嘅故仔。立匯係咩切到個立匯？唔係，以前我個荃灣會啊，荃灣會，呢條會支流，所以喊我哋立匯。入到來係有幾多年？差唔多400年，嗱呢隻18胎，遇到18胎啊！散盤嘅時候18胎，即係講17世紀初、明末清初先出嚟。係啊，真來到係咪斜塘呢？爭來少，所以散堂。所以散堂還有地方。係啊，還有屋劇斜塘。屋劇田博。田博，即係你講嘅。唱又唱狀嘅斜塘啊，你冇啊？唱我唱狀。今仔人哋講有幾多聲啊5聲。5聲。啊。聲狀。聲和。聲和。聲氣。聲正。正。聲聽。聽。哦，有50聲。5聲。那又聲過多年嚟啦？最多係聲總。最多有啲聲總。係啊。你聲總幾多年嚟啊？120件。120件。啊。其他都有冇100年嚟啫嘛？有聲聽。哦，聲聽就100年嚟啊。聲正都幾十年啫。幾十年。聲黃要幾十年。係啊。哦，有聲氣。有幾十。有幾十。哦，然後都加埋都要400-500年咯。係啊。哦，到50年咯。因為到佢雙月胎，任28胎有冇解移民照嘅？有記錄啊，嗱生就有記錄。哦，移去啦。英國。哦，有冇移去馬來西亞度嘅？再雙月胎都要。哦，再雙月胎先廿公嘅胎就要。要啊。哦，唔出奇喎。因為亞頭村移民去應該喺度唔咩好多嘅。唔咩好多。唔咩好多。人哋就交通方便啊，尋工作容易，就唔需去到外地啦，係咪啊？係啊。鼓吹人啫，有3條街度啊，識揸起碼移去叫實。最緊換到識啦，換到識到啦，唔需要移㗎啦。因為就以前咧，28胎到全部都耕田嘅。係，全部耕田。做起車啊，富困。係啊。耕到禮會啊，人哋個田咧翻回。我哋聲狀喺收回個下輩。收回個下輩。收回個係啦，等佢閒要。雙山村咧你點啊？收。即係見到人有太茂山水條落嚟，然後就即係富困耕田。係啊。基本上嘅就喺個縣內度村屋以前都係田嚟喎。係啊。係啊。把啲樹木吹，可以望到指環啦。哦。
一望就一千里。啊，一摸到牆里。咁樣一條會咧，最多人嘅時候係咪時候啊？最多時候應該係50年代，多到咪程度？嗰陣時好多嘅，嗰啲都唔記得，快有5、6千人。5、6千人即係咩青羊村嘅種人啦，外面都有啊，搬落，好多搬落。好多搬落嚟，做到咪少。愛自己以前好多跳都來香港嘛，冇地方住啊，嗰啲一張山，一定咩？搭到寮屋，搭到寮屋，叫你做乜雞啊？去打工。借錢嚟出，就去叫人打工。咩前晚好多紗廠啊，當橱廠啊，買啲廠嚟用。係啊，人樣當時都好旺嘅，係啊，有好多鋪仔。啊，以前最旺嘅時候7間至8間。而家一間都冇，點解一間都冇？冇一間都冇，冇鋪仔。買紙水買唔到，買夠嘢。哇！以前7、8間，而家一間都冇。睇啲要都唔及搬入嚟出重複都要啊！要。以前鋪仔都話賭錢啦，而家冇錢賭都冇鋪仔。打麻雀都冇啊！冇啊！大陸戶啊，以前大陸戶啊，搖仔牌啊。以前嗰啲啊，做埋嘢打麻雀，而家冇啊，咪點冇啊？就僥倖都唔中意打麻雀。除咗富足廠咧，人有冇去廠啊？做香腸啦，麵包啦，做香腸後叫咗錢。後嘅啦，阿公雙業胎做嘅。你阿公嘅雙業胎，即係胎一胎。胎胎啊！即係後尾啲人就冇做啦。冇做啦。免費乜雞咧？你打仗冇做啦，就冇做啦。即係人哋做香就後做咧，就因為人哋當下擺成。係啊，都撐到錢。阿公阿胎後要錢嘅以前。就係做香。香，一般就攞去買潮。香地一間祠堂建後咧，要個50箱。本來要5間祠堂啊。要5間祠堂啊！睇你而家冇啱嗰啲。變去都冇啦。我家姐重燒嗰個祠堂。係啊，睇你係條其他鄉就冇重燒。冇。有啲多數真教。先係孟加大理。先係耶穌。係啊。先係耶穌就要叫條橋唔擺祠堂啊。係啊。一邊咧就冇個真，睇你廿條行嘅啫真。因為後堂也是耶穌嘅。入面胎班。係就要胎班，像長老。生長啊，就胎班算耶穌嘅。其他鄉嗰啲全部是耶穌嘅，多數。係啊。就夾唔到錢嚟去祠堂就算啦。嗰啲嘅當係後輩係咪？要17年，冇嘢藍地出過。一條老爺們啊，考過嗰啲冇藍地。冇藍地。17年冇嘢執。冇就電甜過。所以一條老爺考過。考過赤曉。考過赤曉。考過，話冇赤曉啊。陸陸續續真要藍地出。赤曉係寫時要每家都7、8隻啦，收到5、6隻啊。嗰陣時佢不在大人，佢不在一朝，家家戶戶都好多人嘅。係啊，我都去過好多客家村嘅，即4、5十年胎到60年都好多條仔。以前上晝前晚都冇買學校。嗰啲菜銀行就做咗學校。呢6年班都要。做間學校喺度老師出嚟搶。時間幾多？啱收工啊！啱收工。搞客家搞半天啊！搞半天。搞半天數。我去過好多客家村啊，好多到日本仔嘅時代行一套客家書嘅。老會學校係幾多年啊？幾年之前就在銀行搞。幾多人要啊？老會學校？冇人。冇人。 80年代到12年。12學校。有啲人去香港客家話人要幾多？好少，覺得唔流利。唔流利。咩啊？下一代都未嚟啊？未有啦。慢慢有啊。識攤後啦，識攤後人啦。攤啲。有攤啲。即40、50歲都未曉攤啦。將來就我就沒有講。你有講曉攤喎？少。有攤少。
然後在市面上嚟用個下界，喺樓下背啫條。喺條之後個定係啲鄉下樓個下舊，鄉下仔。啲鄉下人就真講客家話。啲個哋鄉我唔應該講客家話，講客家話嘅啲個哋好潮怪種。哦，但係藝文轉調咧，囂神啲調咧，有啲咩樣講喎？啱面啱白唔係講啫嘛，藝咩藝文上學喎。由於前灣嘅發展嘅相對早嘅新界鄉鎮，客家話傳承可以講已經全部中斷去啦。有啲村民也係會講客家話最後記錄落去啦。而丫頭片呢，可以留下證據，說明前灣老圍村係一條客家村嚟嘅。好啦，嗱，今日就講到呢度咯，多謝各位。